嘅香港仔係第一，而着熒光綠色衫嘅南丫島咧係第二。咁喺佢隔離咧，第五水線咧，赤柱咧就係第五。嗱，熒光綠色衫嘅咧就南丫島，南丫島喺第一回合裏邊咧第二。咁如果南丫島咧想攞冠軍嘅話咧，一定要喺呢一個回合咧就要贏咗香港仔，然之後先有機會。咁一係咧就香港仔咧就大失水準，跌到第尾，咁啊佢咧就爬翻中間就有機會。如果唔係咧，着黃色衫嘅香港仔咧就機會係比較大啦。五條大龍已經係準備就緒㗎啦。嗱，已經咧就係而家由熒光幕嘅右邊向左邊數咧，就3、4、5、6、7嘅水道。係炮聲一響，已經係開始咗啦。嗱，我哋嘅注意力咧集中係喺着黃色衫嘅香港仔同埋着熒光綠色衫嘅南丫島，因為呢兩隊咧就係上一個回合嘅冠亞軍。一開始嘅時候，亦都係喳喳聲出嚟喎！哇！而家我哋稍微見到咧，第三、第四水線嘅柴灣都唔弱，喺100公尺咧已經係過咗頭啊，帶咗少少。黃色衫嘅香港仔咧就追住佢，而熒光綠衫嘅南丫島咧都唔弱嘅，喺前邊咧都係帶頭嘅位置。咁啊去到就嚟咧就200公尺嘅時候，我哋見到咧香港仔咧就領前啦，一條龍蘇位，哇！南丫島好犀利啊！喳喳聲呢個時間咧已經係追前咗，反而係過咗香港仔添啦。Tune 1 in the red going pretty well early on as well。色衫嘅赤柱同埋咧第三水線嘅荃灣啊，咁而家去到300公尺嘅時候，仍然咧就係着熒光綠色嘅南丫島同埋香港仔咧就喺度鬥緊嘅，一人一掌，個叮當龍頭直吹終點啊！你話係咪？係啊！呢家睇到啊，熒光綠色衫嘅南丫島咧就超前咗差唔多一條龍蘇位啊！咁但係香港仔咧喺呢度就唔可以忽視啊！嗱，佢哋咧平均睇住，總之唔好輸咁多啊，因為佢哋咧頭一場咧就贏多咗嘅。咁但係咧南丫島似乎係睇住嗱，留意啊，南丫島咧就冇鼓手喺前面嘅，就個咧就係喺聽鼓就鼓手又喺中間嘅，咁啊睇住隔離嚟爬嘅，因為大家喺隔離線啊。咁呢家成個注意力咧就係爭喺第一、2位嘅就係第6水線嘅香港仔同埋第7水線嘅南丫島，因為第一場嘅賽事咧就係香港仔咧係首先攞咗個冠軍，咁啊第2名咧就係南丫島啊，咁呢家係第2回合嘅賽事，咁南丫島就算要贏翻呢個第1位置咧，都要拉開少少，因為第一場嗰個比賽嘅時候，第1回合咧香港仔係拉開咗㗎，咁依家睇到嘅成個注意力咧就喺晒啦，第6水線嘅香港仔，第7水線嘅南丫島，咁啊稍為喺外少少嘅第4水線嘅柴灣咧，可能係攞翻個第3，因為佢初賽咧。